他摸我，没摸你，你怎么样个好人啊？我没有摸你啊。没有事情，我不是色魔，你们别拍，放开我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刚开始看他的书，看7号线色魔写的书。这东西怎么还摆在书架上？你把它拿远点，我嫌脏。现在已经从归都在线辞职了，我求求你们以后不要再到这个地方来闹了。回来，没有你能辞职啊！这怎么人渣？你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什么叫做过完闲事？刘烨，我进来了。柳叶他没有摸我，是我产生了幻觉。我要在网上对柳叶进行郑重的道歉，对不起。7号线地铁行驶手的案子又反转了，根本没有人猥亵森林啊！那个人死的也太冤了，被网暴逼死的。小李啊，那本我奔跑的平行世界还剩多少？我全扔了，谁知道他要反转了？明天早上买大叔的人给他个大拇指。都怪你！你上次你在酒吧你还泼人家，你泼人家干啥你？他怎么会是帮柳叶洗刷了冤屈？那到底是谁害死了柳叶呢？